平安。我说平安。恁今仔较早看好势食饱。好，时间已经到，咱先来祈祷。听完的天父阮伫遮为着台湾来祈祷。伫即个11月中的时，依然还佫有风台，伫明仔载有可能来侵袭台湾南部。恳求主你来保守，也互阮伫即波的风台中间，会通得到保守。伫阮的工地顶悬，也恳求主你伫落雨即中间会通保守阮，特别是施工的工人，伫即个工程的进行，拢会当有顺利来进行。感谢你互阮永暗搁一摆，透过网络组织，要来看伫会幕内部一寡配件的起造，正着你甲摩西的命令所规定的，也阮来理解，要安怎伫
阮礼拜堂新起做的即个过程的中间来去思考，求主帮助阮透过圣经，也阮知阮要安怎用搁较要紧的心来面对建堂的事工，也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伫你，恳求主你来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也阮会当有你的智慧来明白你的教示，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阿免。好，我本底想讲要甲28章写完吼，结果写到一半发现写袂完，28章较长啦吼，虽然敢若3段尔吼，但所以的这些的部分后礼拜咱才来讲吼。27章有较短小可吼，但是无要紧，我会甲前礼拜讲到会务的这物件的小可去讲一下互咱看相片会较济较照一个吼，互咱小可佫有印象安尼啦吼。好，我最近有采用一个叫做圣经简报站的资料，我拢用伊的图较济啦吼。咱会当去搜寻圣经简报站这个网站，伊的资料不哩济吼，但是我要甲咱讲的是讲，伊较用伫新约基督论咧看规本圣经，这基本上会有一寡偏差啦，就是意思是讲，旧约有伊旧约的处境，你若直接用迄个新约去甲伊想的时阵吼，会有当时啊不是那么的精确啦吼。所以我较无用伊的文字资料吼，较伊的图是不哩济安尼啦吼，咱会当若想要参考，伊会当一寡图片的资料吼，你若看了有问题，咱会当讨论啦吼，伊这个网站是算是资料不哩少啦吼，是会当参考，不过它的解释的点是从新约看回去，把所有的圣经拢用基督论的去应用啦吼，我是较无赞成安尼看啦吼。当然，所有的圣经拢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无毋对，但是就是讲咱嘛是爱真细致，因为伫旧约的处境甲伫新约处境其实是原来无共款吼，伊有伊家己的处境。所以我伫文字的采用我是较有限，我袂去甲伊用啦吼。大部分是我家己读一寡外文的资料来甲大家三甲分享安尼吼。好，咱第26章有讲到会幕的建筑吼，讲到寸尺啦、材料啦、方式啦、意义等等的资料吼，要来去做这个会幕吼，伊个规定真严格啦吼。为什么一定爱安尼？咱嘛无法度知，但是咱会当知影，就是讲伊爱有一寡规模，但是爱佫会当拆的，因会当马上再造。会幕的目的是安尼，会幕咱着去想着讲，亲像你若去看中东的影片，因迄种搭帐篷的方式啦吼，对差不多对新港一直西落去行吼。到伫即个甚至埃及沙漠遮即中间遮沙漠的民族、游牧民族，差不多拢是安尼咧过去的生活吼，安尼骑骆驼、骑驴四界行、四界牧羊这物件著是包包咧，著会当行吼。所以你会当看伊的设计，拢是对细项的开始变做大项，大项了佫会当佫收做一半，像讲起会幕迄个布是2公尺2公尺，5地做一百，5地做一百安尼吼，所以伊收的拢会当白白的吼，再就会当行安尼吼，拢有即种的考虑伫咧啦吼。27章讲到其他的建筑，比如讲咱咧讲即个祭坛啦吼，即个规定啦吼，点灯的规定啦吼，28章就讲到祭祀的部分吼。这是伫会幕起做了第一摆讲到亚伦因即个家族做祭祀的代志啦吼，这咱后礼拜才来讲啊啦吼。好，搁一摆互咱来看，就是讲咱咧讲的造夹木吼，造夹木会是因当地足重要、
足重要诶，即个建材吼，是讲家具诶建材啦吼，也是讲起会务诶建材拢用即个吼啊。新诶翻译甲合做迄个金合欢木啦吼，所以咱知影即两项物件咧指诶拢共一种吼啊。小可佫互咱看一下吼，伊叫造荚木，大概是因为伊诶即个经济诶关系吼，好。大丛是会当差不多甲遮大丛安尼啦吼，因为伊生长真慢，伊无啥需要水，所以伫沙漠中间伊会当存活吼，会当存活。因为伊生长慢，所以伊诶木吼真硬啊，伊诶柴本身诶质真硬，所以做家具真好用啦吼。迄种伊诶钉吼，会当我毋知咱对柴会了解到倒位啦吼。咱若准有机会，台湾即摆嘛卖足济南洋诶迄个柚木吼，柚木诶质就差不多遮尔硬啦吼。不过因为柚木诶油较济吼，甲即个抑佫无啥共款吼。柚木早期吼拢用伫迄个船仔顶悬做地板啊，做内底诶造作咧用诶，因为伊诶油质真悬吼，较无容易歹去吼。好，造荚木就是伫当地会当摕了真方便，所以因拢用即个造荚木，也是讲真合欢木来做即个家具吼。伫咱咧讲着会务诶中间，遐个条啊，遐个围墙仔诶帮，拢用即种材仔来做吼。所以咱大概知最近拢会去讲着即个真合欢木，也是讲造荚木即个物件啦吼。好，伫27章一开始诶时阵，伊就开始讲着祭坛诶起造。伊前礼拜26章讲着会务安怎起造嘛吼，了后就开始讲祭坛吼。共款诶记载伫出埃及记38章第1节到第7节啦吼。即个经文我有互咱则着家己看安尼吼，我会小可会搁做对比安尼吼。这就是前礼拜我有互咱看到即个约柜啦吼。咱看约柜甲祭坛伊诶造型无共款吼。伊诶即个咱咧讲伊诶圣饼诶桌吼，也是讲咱即摆咧讲诶圣餐桌，伫遐过去咱叫做陈列饼桌啦吼，就是伊要献祭要用诶吼。这是咱前礼拜讲到诶物件吼。即个寸尺哦，拢有伊诶规定吼。即个部分基本上拢用金啦吼。对即个约柜到伫圣餐桌吼，咱陈列饼桌，即拢是用金吼。伫迄个会幕诶围墙仔下骹咧涂迄个条仔诶物件用银啦吼，用银。甲今仔日要讲诶即个祭坛吼。祭坛所用诶金属是铜，所以伫即个25章咧讲奉献诶时阵吼，咧讲着诶物件，讲你得爱收以色列人诶奉献，会当收诶物件是金银铜有无？即摆今仔日讲着就是即3项拢已经拢讲着啊啦吼。好，经文来讲，伊第1节诶头前伊讲，你着用金合欢木做祭坛吼。咱知影金合欢就是拄则互咱看相片造荚木吼，佫用铜来包啦吼。所以即个铜咱会当佫倒转去看25章第3节咧讲奉献拄则已经有讲着金银铜即3个金属即马拢用着吼。伊会慢慢就是遮个物件，伫25章所讲遐奉献的物件，都拢用着吼。所以，即个咱咧讲的祭坛比约柜比即个放饼的即个桌拢较大啦吼。伊是2公尺20公分吼。安尼长甲宽拢2公尺20公分，意思就是讲四方形的啦吼，四角形的吼。过来伊的悬是1尺30公分啦吼，1尺30公分，当然比即个约柜大足济啦吼。咱大概知影迄个比例安尼啦吼。好，
所以伊爱伫弹诶四角头做四支翘起来夹，甲弹来连做伙，啊，规做这弹着用铜包咧吼。所以我拄则讲，迄个金属三项啊，即马铜已经用着吼。啊，所以你会当知影讲，伊用金诶目的要表达啥物货，银诶目的，啊，甲铜就是这弹，咱知影这弹是咧烧嘛吼，所以伊铜可能伊诶迄个熔点较悬，吼，伊较毋惊温度伤悬。你袂当用金啦，用金诶直接可能早就扬伊啊吼。所以咱大家了解伊咧讲诶即个物件有伊诶考虑吼，有伊诶考虑伫诶吼。讲四支翘起来夹连伫迄个祭坛顶悬吼，啊有即个四角诶这功能，当然咱知影伊要来做即个做即个装塔也好啦吼，但是伊有诶意思伫诶吼，伫其他诶经文啊，咱拄则讲诶30章第10节即边遮我若有讲着吼。啊，迄个经文我都无去引用啊吼。伫利未记第4章第7节到18节即内底有讲着吼，甲即个会抹伫会幕耶和华面头前即个坛诶顶悬诶四角头吼，所以这是一个赎罪祭诶做法啦吼。吼啊，这是咱咧讲伫摩西诶时代所记载伫今仔日诶经文是咧讲安怎去做。那利未记是咧讲着因真正敬拜诶时阵啊，即个四角要安怎使用，也是讲伊诶目的啦吼。像18节是讲，佮甲遮个火抹伫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坛诶四角顶悬吼。所以即个部分，咱着真正知影，就是讲伊赎罪祭要火要抹诶所在，就是伫即个坛诶四角头吼，坛诶四角头。啊，咱知影这坛是要做烧祭用诶，伊要燃火，四角头可能温度较无较悬，火要抹伫遐，吼，迄可能是安尼诶一个因素啦，吼。好，25节讲即个祭司要用枕头运一罐赎罪祭精生诶火，抹伫祭坛诶四角顶悬，吼。30节讲祭司要用枕头抹即个羊诶火，吼，共款咯吼。所以咱知影即个四角头咧代表就是赎罪祭咧处理诶一个部分啦吼，迄个角头吼要用诶吼。好，伫即个角头嘛有迄种得到赦免，咱咧讲亲像头城吼，头城是讲你倒入去，你有犯罪，你倒入迄个城内底，你就会当受到赦免吼。但是敢若一项袂使，就是谋杀罪袂使。共款，即个四角头嘛共款吼，咱等下去讲着吼。庇护就是讲列王记上悬的记载，第1章51节到53节，有人甲所罗门王讲阿多尼雅吼。惊所罗门王即马掠即个祭坛诶角，讲愿所罗门今仔日我来救抓，无要用刀杀仆人。所以望着迄个角，就表示伊得到上帝诶赦免，伊赎罪祭吼。迄个意思诶延伸，就伫遮出来啦吼。嘿，所以当即个阿多尼亚咧逃走诶时阵，伊走到伫圣殿内底，伊就望迄个角。吼，伊就讲即个所罗门王就袂杀伊啦吼，嘿，伊讲这是伫迄个所在，所罗门咧追杀诶中间所记载即个四角头吼，四角头，但是呢，所罗门王差遣人去叫伊吼，对遐弹落来啦吼，嘿，但是咱知影，伊无真正互伊得到即个饶赦吼，无啦吼。好，拄则我甲你讲参像头城共款吼，你去望着迄个角，你的罪就得到赦免。但是呢，伫出来记21章14节咧讲，人若随意吼。
用规格太人，就是咱咧讲磨砂嘛。咱伫进前咧讲着介面的时阵吼，就是倒到我的弹遐去。即个时阵还无讲真正甲咱解说着清楚是迄个角，但是伫即个所在有讲着弹遮啦吼。所以咱伫头前还未解说，咱到伫即个所在才来讲，就是因为咱较清楚知影吼。所以1914其实就已经讲着啊，但是故意杀人的人无法度得到赦免啦吼。你若准讲是过失的吼，还是讲毋是条故意即种的吼，伫遐会当吼。我咱拄则咧讲即个所罗门王吼，所罗门王伊照讲爱去撩舌吼，但是伊伫约押的代志顶悬呢，伊无吼，伊无嘿伊就伫咱伫列王上卷第2章28节到37节吼，会记载遮29节就讲啊，讲佫有人甲所罗门王讲，约押已经走到耶和华的帐幕，呾伫祭坛的边啊。所罗门找见吼，即个耶和华的囝比拿雅去遐，你将伊杀死啦吼。这是真可惜，也无有照着上帝的旨意吼，无照着上帝的旨意吼。所以这是真可惜，违反着伊违反着上帝的旨意，然后伫迄个所在来甲伊杀死吼，来甲伊杀死。好，这是大概对这段死的角头，咱会通了解着讲伊的起造的材料，伊起造了的目的是要创啥物货？亲像咱前边我会记国栋长老问着讲迄个洗涤盘啦吼，咱30章的时伊讲着吼，洗涤盘的功能是啥物货安尼啦吼。好，搁来伫迄个祭坛内底所要用到的器具有几项物件吼，着做收祭物的火的桶吼，烧了的火爱收起来吼，搁爱做即个托拉碗吼、肉叉、火鼎、弹的器具拢着用铜做吼，所以咱知影甲即个祭坛有关的金属拢用铜吼，着为着祭坛做一个铜的网的4角头做4个铜环，网安伫即个祭坛的4面围腰帮的下半边，互网对坛的半腰伸到下底。咱看即个字可能无法度介清楚啦吼，我有去掠一个图，会当互咱较清楚吼。第6节伊讲，着用金合帆木甲祭坛做滚吼，用铜包地吼。咱会记头前2项吼，即个约柜甲即个圣餐桌拢有做通好光的吼。咱会记哦，迄物件穿过了，滚仔就袂当摕出来吼，因为随时要离开。而且即个咱咧讲的约柜，也是讲圣餐桌，迄个棍仔是用金包的，伫即个所在是用铜包的，因为只要甲即个祭坛有关的拢用铜吼，这是无共款的，所以咱大概知影一下。所以棍着藏伫祭坛双边的环内底，通光祭坛吼。所以祭坛嘛是爱光咧行啦，以后若因要离开的时阵吼。第8节讲着用芳做祭坛中来即个空壳吼，着照我伫山顶指示你的款式啦吼。好，包括装即个烧物件烧了迄个火的桶仔吼，即个物件咱对台语看起来较袂了解啦吼。中文的意思就是铲子啦，咧吐土，咧吐即个火夫的即个物件啦吼。有碗啦吼，有即个咱讲叉子啦吼，即个火鼎吼，所有的器具拢是用铜做，并且是复数，毋是干那一个尔定吼，拢是复数吼。祭坛顶悬的遮个附件呢吼，
吼啊，桶仔咱大概我都无去解说，桶仔就是一个深，啊会当干，啊会当缀较济物件的吼。啊，即个碗吼，其实原文即个翻译甲中文无啥共款，台语翻译做碗，和合本翻译做盘仔吼。啊，其实伫原文的意思也较是即种碗形较深落的物件吼，较深落的物件啊。当然，伊这是要缀要献祭遮个物件吼。好。啊，即个叉子就是要吐迄个签啊，就是要吐即个啥，迄个咧烧的肉啦吼，要烧的肉，你着爱甲平平，爱甲有诶搁甲摕起来吼。啊，咱会当看着讲撒母耳上悬第2章12节到14节咧讲着以利两个囝祭司一个真恶的行为吼。啊，圣经记载吼，以利的两个囝是恶人啦吼。因毋捌耶和华，啊，咱会记着哦。因毋捌耶和华，但是咧做祭司哦，吼，这就会出问题啊吼。所以即两个祭司对待百姓是安尼规矩。既然有人献祭，当咧煮诶时阵，祭司着会仆人着手摕即个三起诶签啊，安那，甲签起来，放咧罐仔内底，还是鼎内底，还是。意思是讲，因吐起啊，着摕去食啦，吼，毋是真正献祭安尼啦，吼，就是意思讲，咱用即卖诶想法，就叫做公款私用啦。要献互教会，单囥诶家己落地啊，吼，那安尼来想吼，啊，这个是得罪上帝吼。咱知影，以利甲伊两个囝到尾啊落场真凄惨啦，吼 ，OK。吼，这时拢退去，吼，这时拢退去。既然去到第4落，以色列人因拢安尼看待啦，吼。所以你知影讲，即两个毋捌上帝，其实因捌上帝无？照讲是应该捌啦，吼，因为因老爸就是祭司嘛。但是就是意思是讲，因自细汉就无咧追求信仰，对因的生活的款式来看，真正亲像毋捌上帝的人安尼啦。但是因咧做祭司，吼，啊，伫迄个所在将逐个要献祭物件放咧家己的碗内底，啊，家己要去食安尼吼。好，啊，这是签啊，即个部分吼。网啊，到底这网啊要做啥？吼，伫这圣经有甲咱讲真清楚，着伫祭坛放一个铜的网，网的4角头做4个铜环，网安伫祭坛4面围绕网的下半边，意思是讲，伊伫1公尺外悬做一半，吼啊，伊讲对坛的半腰伸到伫下底。盘的半腰伸到伫下底，吼，安尼咱着真清楚啊。伊就是做迄个网啊，要甲吐互悬伫祭坛的一半，安尼啊下骹就是烧炭嘛。顶悬是祭物，啊下骹烧炭吼。啊，所以咱着知影讲，敢若咱咧烘肉嘛是安尼吼。迄个网啊爱吐悬，下骹是火炭，顶悬是肉吼。啊，大概是迄个概念。啊，因的精神就是放咧顶悬，咧烧啦吼，嘿。啊，所以咱大概知影吼，好，这图互咱真清楚啊啦吼，吼啊，这个就是这个铜环，就是时到会当甲伊勾起来，吼，会当甲伊勾起来，啊，下骹是放炭，顶悬是放祭物，吼，啊，这是叫做坛的半腰啦，吼，啊，边仔做环，啊，这角头就是咱咧讲献祭咧抹火的所在啦，吼。抹灰的所在吼，安尼，这是我咧讲啊，讲这个圣经简报站，伊啥物物件拢甲用对基督论去吼，啊，这毋是袂使啦，但是我是较无赞成啦，是讲，用到基督论去吼，是最后的思考吼，啊，这个我无甲涂掉啦，就讲互大家看一个知一个安尼吼，嘿啊，伊的物件会当参考，但是我要爱先互咱知影讲，圣经简报站伊的物件比较较济用伫基督论，倒转来咧看旧约，吼，安尼会较
较偏去啊啦，因为游牧民族的生活啊，因伫上帝互因的诫命，有伊的特别的目的伫个啊，因安尼来思考的时阵，咱会较正确小可安尼啦吼。好，好啊，这是搁另外一个图，互咱来看吼。啊，这个签啊，吼，签啊，伊这做无共型的啦吼。啊，啊，这个是咧吐花吼，这个吼，啊，这是花鼎吼，啊，这盆啊，这盆啊，就是较深的物件吼。大概因着去揣摩啊，当初时的这个情形啊，甲这个物件画出来啦吼，会甲画出来吼。啊，大概是安尼的一个造型，互咱对文字顶悬，搁来有一个图形的概念，咱会比较较清楚吼。啊，到底这是啥物物件？无咱若干若看文字，有当时啊较无法度真正了解安尼啦吼。好，这段其实是不哩大吼，咱想看觅啊，220公分4方啦吼，嘿，220公分，其实这个是不哩啊大吼。好，啊，即摆会幕物件拢讲完啦吼，对26章咧讲着会幕。吼，啊，27章的头前咧讲着即个这段吼，啊26章啊，佫有讲着即个咱咧讲的即个啥约柜啦吼，啊甲即个圣餐桌即个物件吼，啊，这差不多内面的物件拢讲完了后，伊就开始讲着会幕的外面吼，会幕的外面。啊，这个会幕的外面，咱若尾仔的时阵，咱会当用圣殿的建筑来去做一寡对比的思考啦吼。我是较建议安尼，就是讲你读这个圣经，爱伫伊原始的处境去想的了后，才用新约来去做对比。啊，到底这是啥物意思？做一个连结，然后甲应用到伫咱现在的生活吼。啊，安尼才袂去走精去吼。你若直接甲伊应用起来吼，有当时也会走精啦吼。基督论基本上还阁是拢算足正确，啊，有诶人是吼，直接就套伫咱家己诶生活内底，安尼会较会走蛇吼。好，相款诶经文伫出来及第38章第80到20节啦吼。啊，所以我这个部分我有经文互咱，啊，大概是甲今仔日诶经文是不离类似吼，会记载啊，较无共款诶会去讲着吼，啊，等互咱逐个安尼看者，啊，你伫我诶资料内底，我有放这个经文，咱则家己来看安尼啦吼。好，会幕诶埕，伫台语诶埕就是院子啦吼，咱咧讲院子，就是讲伫会幕以外吼，即个外围安尼啦吼。所以伊爱用即个锁过诶右地部，甲会幕围一个埕吼。即个埕当然是比会幕搁较大吼。会幕咱知影即边是20公尺。啊，即边长看是6公尺吼，20乘6啦吼，嘿，啊，但是会幕的埕就加足大吼，啊，这就是咱咧讲伊迄个安尼锁过吼，迄种一个右地部，也是讲即个圣殿的做法吼。其实前礼拜互咱看的即个图面内底，已经有外口即个埕的围伫遮吼，所以这是一个会幕吼，正经的会幕，头前的部分叫做圣所，啊后壁面这叫至圣所，中有一块布嘛围起来吼，嘛围起来，吼伫遮，吼中有一块布围起来，吼，所以这个是圣所，这是至圣所，至圣所的所在就是干那放约柜，圣所的所在放圣餐桌，也是讲咱讲陈列饼桌，吼。这就是咧献祭的一个所在，是烧馨香自喜的香的所在，然后才有灯台，吼灯台安尼吼。这前礼拜有放伫讲义内底，无放伫PowerPoint内底啦吼。就是咱咧讲会幕即个
即个枪位啊吼，即个枪位啊有即个金合反的围墙啊帮，甲即个条啊，即个条仔的做法伫遮，帮啊甲条仔的做法，即用银来做即个座，吼即个帮啊有两个榫，即边有两个空，安尼甲套起来，然后咱注意看即两个吼，即两个有凸起来的所在。然后才有做一个钩仔吼，这伫经文内底拢有吼。等拢套好了，即块房仔甲放伫即砖外口，然后即个圆圆的钩仔环吼，甲轻伫即两个物件，所以即两个就会调咧啊，袂去互安尼变去吼，所以用安尼来固定迄个四个角头吼，四个角头这是会幕的做法啦吼。倒转来看即个吼，伫即个所在，伫即四角头拢有，伫即四角头拢有安尼吼。好，伫即个所在当然有门啦吼，有一个门入来吼，然后会幕是放伫遮，吼，伫即个所在，这是伊的埕啦吼，伊的埕吼，安尼吼，好哦，来，拢总是44公尺。吼，44公尺是会幕的2倍，搁加4公尺。会幕是20公尺嘛，吼，咱知影吼，伊是44公尺，所以是两个会幕的看，若4公尺留伫后壁，后壁搁有一个走廊安尼吼，可能是大概是安尼的一个情形安尼吼。伊就有讲着讲，即边用22条啊，吼，迄边嘛用20个榫空吼。这着用铜的啊，吼，这着用铜的啊，吼，这个关，吼，关拢着用银，吼，这吼，共款咯吼，北边、南边、北边，吼，安尼，所以因若咧摆即个会幕，去到一个新的所在咧摆会幕的时阵，因爱照迄个方向咧去摆哦，吼，所以伊的迄个咱咧讲的。长的方向是坐东向西啦，吼，坐东向西，所以南边北边拢是长的部分。看的所在，吼，咱即摆礼拜堂不哩成古早会幕迄个方位啦，吼，咱讲迄个方位啦，吼，因为咱的礼拜堂讲台的部分是差不多小可东北边啦，吼，小可东北边，无介正东啦，吼。因为咱嘛已经超过白花过线啦吼，无介正东吼，所以大概迄个方位不离啊成安尼啦吼。好，听迄西边吼，着爱有即个位置啊吼，看22公尺吼，你会去看无共翻译本吼，伊咧写的长度有当时啊无啥共款，会差略略啊，因为原来伊咧写是写即个。伊的长度是用这算啦，吼，牧师是差不多170公分，我会安尼。若190公分的即个，伊会安那会较长，所以逐个人会无共款吼，所以咱大概知影，略略啊无共，毋是介严重的代志啦吼，大概咱知影讲，伊就是咧提供咱一个概念安尼尔好，好，共款吼，这拢用铜吼，用铜上外围。这用铜，会幕的座是用银的，咱会记吼。上外口是用铜的吼。可能要吹风晒日啦，是讲外口安尼吼。好，那照出来及其的记载啦吼，会幕是20公尺嘛吼。这个埕是44公尺吼。咱大概有一个概念啦吼。好，有20支的这个铜条吼。有钩啊，有棍啊，用银做的吼。所以咱若要讲，就是讲会幕内底用的质较高级吼，较外面的口面的，就用较次一级安尼吼，铜甲银，内底是金甲银吼，这无共款，大概咱知影就好啦吼，这毋是介严重需要去。讲一定爱安怎做安尼吼，咱即摆去咱袂安尼做啦吼。好，入口就是6公尺吼，
过6公寸吼，安尼伊就当然嘛有规定讲，这个门梨啊，要爱安怎做，共款用蓝色、紫色、红色的丝啊，落去绣吼，落去绣，用釉地布做底，落去绣起来吼，爱围起来吼，整个围起来。那即马用现在咱讲圣殿的基座，迄叫做外院啦吼，咱讲顶啦吼。顶的门是9公尺长的门梨啊，用棉丝吼，就讲釉地布，那色紫色这个吼，有4支条啊来甲伊吐掉的吼。好，四围拢爱用条啊，佮用银来做吼，来做啦吼，用铜来做这个营钉吼。咱若咧露营，咱就知影，咱嘛爱用营钉甲这个帐篷固定吼，爱用营钉。共款吼，咱嘛需要吼，伊伫这个会幕时嘛是，若伫沙漠的，其实风嘛盖头吼，所以伊就爱用安尼。我倒转来拄则迄个图，咱小看一下吼。你有看这个吼？这边啊这就是爱有营钉钉伫个涂骹的啦吼，这个所在吼。毋茫咱逐个有看到吼，对，好，好，迄着用铜做安尼吼，好，点灯吼，点灯，共款伫经文有记载伫利未记24章第1节到第4节，共款请咱家己来看就好啦吼，好，点灯吼，伊讲你着吩咐以色列人，就是意思是讲，迄个灯。真伫圣殿内底是非常重要。当然灯台的代志，咱会当倒转去看25章15节到17、15页到17页这个所在吼。第6点，咱会当去看讲，伊规定咧做吼，拢总有7支，中1支边仔3支吼，做起来，咱像迄个花的形吼，咱大概迄个形，咱家己会当倒转去看啦吼。好，咧讲到即个所在，就是爱点灯嘛。意思讲，你伫迄个会幕内底时，你着爱点迄个灯。即个内底有讲到点灯的目的，点灯的油要怎做？什么人去负责这项代志？吼，什么人负责这项代志？基本上伫无共款的记载，第30章的记载，伊会讲的物件佫无共款吼，咱连咪会讲着啦吼。好，这个字吼，这个是新翻译的台语吼，这叫做整出来啦吼，整出来吼，这个字叫做整。我嘛第一个看吼，这英国无读这本圣经之前，毋捌讲过这个台语迄个吼。意思是讲吼，要伫圣殿内底点的油，这个橄榄油呢，爱用手去用，毋是用迄个石磨吼，毋是用石磨伊爱用手去整出来的吼。这个是对伫因咧对伫这个奉献予上帝。迄个要求不哩严格啦吼，咱咧讲是安尼吼。我即马跳来现在来讲吼，照我所知吼，有的人吼，有的人真伫意要奉献的钱，比如讲，这个礼拜过了后，我知影有的人就为着后礼拜要奉献的钱，伊就已经心情准备好啊，伊就夹伫迄个圣经内底吼。但是即马足少人咧读圣经啊吼。嘛拄着有的人吼，伊会甲迄个钱要奉献的钱吼，去换迄个新钱吼。阮前面去台中的时阵因的财务长老是银行退休的啦吼。伊就咧讲吼，讲牧师真歹势吼，因为今仔日收的钱，我无才调换遮尔济钱的新票，但是我身躯边有的新的1000吼，拢囥伫恁内底安尼吼。伊嘛足得意啦吼，伊讲我着银行退休，所以我要换钱较简单，但是我无想到会金额遮济安尼吼，所以伊无换遮济安尼吼。有的人真得意吼，共款伊即个伫圣殿内底咧用点灯的油伊要求爱用手工落去整出来物件，其实毋是干那整尔定吼。我等下去解说即个部分啦吼。所以
中文的好学本叫做导成啦吼，用手咱咧静安尼吼。好，咱知影耶稣伫最后的祈祷是伫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毋是迄个园的名，克西马尼是迄个是迄个咱咧讲迄个石帽吼，压榨石原文的名叫做格西马尼吼，格西马尼吼啊，即个，所以咱用迄个翻译的名甲讲，迄个迦南园叫做克西马尼园啦。其实迄个园就是迦南园尔定吼，啊，因为伊有一个石帽，啊，克西马尼迄个意思。咧讲到压榨时，耶稣伫迄个所在祈祷，祈祷甲流汗搁出血，吼，意思就是讲耶稣将要互人亲像迦纳，安尼甲凝做凝碎，牺牲伊家己的身躯来出油。好，橄榄油是伫中东地区足重要的普通时咧用的物件，啊，嘛会当甲品质悬甲讲。来奉献互上帝，吼！啊，当然因的即个方式就无共款。你若去买市场去买即个橄榄油，伊拢会甲你讲这是两炸的、初炸的，吼！啊，初炸的就是讲较好油啦。啊，若毋是初炸，就是可能搁去拣第二摆，吼！啊，已经咱咧讲的拣甲出汁啊，即种的吼，迄就是较刺激的啦，吼！啊。因伫橄榄油的使用顶悬是足普遍吼，足普遍伫因内底啦吼。好，啊，伫圣经内底讲上好的油，伊则无讲橄榄油，但是咱知影绝对是橄榄油，因为伫中东地区、伫犹太地区，因就是橄榄油做因普通时日常得用的油啦。敢若台湾人，你若讲到油，拢会想到麻油吼，迄个感觉啦吼。好啊，伊讲上清的，就是纯的意思啦吼。啊，纯就是讲无残渣啦吼，无残渣。啊，是安怎会无残渣？其实你若去拣即个无论倒一款油，你去甲拣出来吼，内底拢有一寡垃圾啊、杂质伫咧内底。但是即个所在呢？伊讲无吼，啊无就是讲，伊就需要去做过滤的动作啦，吼。但是迄个油是用手蒸起来以外，伊阁需要去过滤吼。好，伫这所在我有解说啦吼。橄榄油是中东也是巴勒斯坦地区因生活的用品，因会当食啊，像咱咧讲地中海的沙拉，就是用橄榄油甲醋，吼，啊这油醋沙拉吼。啊，就是对因来讲是这足通常生活中间咧食的物件吼，伊嘛会当用伫医疗好。当时咱看到呢，咱看到较印象较深的，就是好的撒玛利亚人。好的撒玛利亚人，伊讲伊用油来甲伊抹吼，迄就是一个医疗用的。橄榄油会当有消炎的功能吼，再来因会用伫化妆品内底，当然佫用伫点灯的油吼。但点灯伫厝里咧用的点灯，甲伫圣殿用的，因的要求当然会无共款啦吼。好，所以伫橄榄树吼真适应伫即个真大热的所在，啊，真好种植啦吼。啊，所以就成做即个地区日常的用品，甲因的食品啦吼。好，啊，我拄则已经有小可解说即个克西马尼园吼。啊，咱知影。耶稣伫克西马尼耶稣的时代啦吼，因已经是一个固定农业种植的一个时代。但是伫出埃及期吼，因是一个游牧民族，啊，所以因的橄榄对倒位来？因的橄榄毋是家己种植，是伫迄个路边，啊是人看到，你就会当伫野外去挽来，啊，就用手就去甲蒸出来吼。啊，即个油蒸出来通常是落一寡杂质安尼，所以因着爱过滤吼，过滤甲油甲真清，安尼的时阵因点较袂有油烟吼，较袂有油烟啦吼。所以无杂质的油，基本上因点起来就是安尼的一个情形吼。好，啊，到底什么人伫负责
点即个灯，关即个灯啦吼，就是讲入去诶时阵爱点灯吼，到底啥物人咧管啦吼？伫今仔日诶经文伫出埃及记27章21节讲亚伦甲伊诶囝吼有4位啦吼，有4位咧管理即个部分啦吼，所以因伫即个所在咧管啦吼，但是吼，其他诶经文毋是安尼记载，利未记24章第4节咱讲，亚伦着伫上主诶面头前，常常照顾管理纯金台顶面诶灯火。利未记讲着亚伦尔定啦吼，到底是亚伦还是亚伦甲伊诶囝？基本上圣经学家诶讲法是讲安尼啦。无论是讲亚伦甲伊诶囝，还是讲亚伦，拢是咧指即个亚伦诶祭司诶家族啦，吼，祭司诶家族啦。但是咱大家牧师伫遮提出来是互咱知影讲，伊诶记载方式无共款，但是意思是共款，因为只有祭司入去内底咧献祭，所以是祭司诶家族伫管理即个物件。你若亚伦，你若讲亚伦咧管亚伦若过身，啥物人要管？当然是伊诶祭司诶家族咧管啦吼。我想这个概念基本上是安尼吼。出来记伫30章，伊嘛是讲着亚伦俩定啦吼。这是用祭司家族诶概念咧讲吼。今仔日诶经文是咧讲着实际咧管理诶人到底啥物人安尼吼。所以其实是无差别啦。但是伫文字诶呈现顶悬有小可无共，所以我点出来互逐个小知一下安尼吼。好。所以祭司伊入去，伊嘛是爱负责点灯吼，爱点灯吼，毋是干那讲着亚伦一个人安尼吼。搁拄则已经开始是有小可讲着讲，对会幕开始起造以来，第一届讲着亚伦的名咧做祭司的职责，甲伊的4个囝。好，这甲咱代表一项代志啦吼，这代表一项代志就是讲，自过去。伫大囝献祭诶概念诶内底，开始转变对即个亚伦诶家族做祭司诶家族哦。即个咱着真清楚知影。我互咱看即个会幕即个部分啦吼。会幕即个部分，即个就是拄则咧讲，你着爱有锁顶漆伫即个即个涂骹，即个漆是用铜做诶吼。伫这所在咱看伊这顶悬是银诶，下骹是铜做吼，然后用铜漆扭线，这是咧固定会幕，两边拢爱有吼，所以即个银环吼，银钩是两边拢做吼，安尼才会当固定吼，安尼才会当固定，这是伫会幕诶埕吼，后壁大概是4公尺啦吼。这个是差不多放伫一半诶所在，祭坛放伫咧外口，吼，点香诶放伫咧内底，至圣所是放约柜，这是放饼诶，这是放灯台，所以入去了后，祭司就爱伫即个所在来点灯，然后开始献祭吼。先搁回答国栋长老前礼拜咧问诶问题吼，是你盆放伫遮啦吼。因基本上早即个精神来伫即个所在献祭，献祭了后，因即个祭司着手洗入去，清气伫内底吼，所以这是洗手用吼。但是我前礼拜咧讲着讲有洗祭米诶吼，你若去看咱传统诶庙寺因外口拢互你咧洗物件诶，迄基本上是洗因要献祭吼，要祭拜诶物件，甲洗手，这是无共款诶咱咧讲诶敬拜诶行为啦吼，宗教行为，甲咱这有概念顶悬是无共款吼。前礼拜文牧长老特别有讲着这30章，咱会可以讲着较斟酌。即个洗手诶部分伫即个所在，然后才入去伫至圣所内底，圣所甲至圣所内底吼。因惊家己抹垃圾无清气，所以因伫遮做即个祭拜了，洗咧才有入去安尼吼。这到伫现代
较礼仪的教会吼，比如讲天主教、东正教，甚至是信义会吼，拢会伫咧入门的所在，拢有放一盆水吼，迄一盆水，迄盆水就是咧，互你感觉讲安尼点一个，亲像耶稣咧讲，我前礼拜有讲吼，讲你若规身躯清气的人吼，骹洗咧规身躯就拢清气啊吼，共款，这是一个到现代来讲，这是一个象征意义。吼，安尼来洁净因会点迄个水画一个十字的形，安尼就入去伫迄个礼拜堂内底安尼吼，来表达家己是去互耶稣来洗清气，吼，迄个意义吼。所以我足毋茫讲，咱读圣经是爱以原始的处境去思考，然后耶稣安怎讲。代表的救恩的意义是啥物诶？然后甲用伫咱现代去思考安尼，吼。咱长老宗基本上较无安尼做啦，吼。我知影有几间啊教会有，但是咱基本上是较无行即个礼仪的部分安尼，吼。好，以上今仔较短吼，嘿，好有啥物要问的，还是要分享的啊？无？敢有？好，若无，请秀琴执事带咱来祈祷，好无？好，咱做伙来祈祷。主要说感谢你，互阮即个时间会当来听牧师来分享解说圣经圣经内底所讲的一切。主要说阮知阮是遐尔啊幸运，会当成做你的囝儿，因为你为阮来牺牲救赎阮，互阮会当免亲像圣经咧讲的，爱做遐尔啊济代志。主啊，我嘛要献上感谢，求你继续来带领阮，互阮会当过来明白圣经内面的道理。阮即时要来散会，求主来互阮有真好的休困，会当迎接明仔载阮所要面对的代志。恳求你保守阮每一个人。我咱的献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阿门。我想感谢牧师用伫会幕咧起做的角度，倒转来看咱的礼拜堂起做啦吼，就是讲，咱当然无用遐尔啊繁复，无用金啊银啊铜，但是就是讲，互咱一个提醒，就是讲，不要随便，吼，咱爱用足严谨的态度咧面对。咱事实上咱即马是安尼咧做啦吼，所以这是对咱来讲是现在人咱咧去圣殿的时阵，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安尼啦吼。好，多谢，给大家晚安。晚安，晚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晚安。平安。